4月21日，在成功大学综合厅登场的台湾有爱，爱在台南爱心捐赠仪式，在台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理事长黄明成、台湾房屋事业总部总经理林培文、市府地政局长官等贵宾的共同见证之下，由台湾房屋台南市品质促进会会长张文龙联合台南地区28间加盟店爱心采购260箱的往来，转赠予南部22间弱势团体。场面隆重又够温馨。台湾房屋一直都把就是台湾的一些人都当成一家人啊。其实我们这个也不是第一次做了应该是说总部那边也经常就是跟育幼院那边在做捐献等等那当然啦我们刚好呢在去年。我们也到启智学校去帮就是呢那些比较不一样的小孩子然后呢我们也跟他们呢互动除了捐赠以外我们最主要呢是要跟他们互动，我们要了解他们，也要让他们知道呢他们呢都是呢我们社会上呢非常关怀的一群人。非常感谢台湾房屋能够共襄盛举来协助认购凤梨，然后认购的凤梨又能够转赠给像这些弱势团体，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社会的爱心。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那今天是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这个爱心捐赠仪式。那我在这里也祝福那个台湾房屋整个业务能够欣欣向荣。这次代表受赠的单位是台南市私立菩提林教养院、台南市私立丰德教养院以及屏东县私立基督教博大尼之家。因感动表示，也感谢台湾房屋的爱心和关怀，也欢迎社会大众到院参观指教。感谢台湾房屋，就是对我们做捐赠让我们服务对象呢可以感受到外界给我们外界的爱心。那也希望大家就是有空闲的时间呢，也可以来我们教养院来关怀我们的服务对象，也给我们的服务对象做鼓励。主办单位台湾房屋台南市品质促进会会长张文龙表示，这次的公益活动是由台湾房屋台南地区28间加盟店共同齐心携手促成。所有的店主感觉会当帮助到古农，嘛会当关怀弱势，对着这款的公益善举拢真支持，也希望透过分享这爱心往来，让弱势朋友感受到满满的甜蜜幸福感。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